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7，箴言23章20到21節安尼講：好酒的、貪食的，毋通甲因往來做陣，因為好酒貪食會致到散赤，規日得困會致到穿破衫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甲好酒貪食的人做陣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有豐盛穩定的上帝，感謝你供應阮一切的需要，互阮通無欠缺，閣滿有富足。主啊，你是有慈悲憐憫的天父，感謝你看顧阮的性命，互阮通受你的引帶來安然經過。主啊，阮要深深獻上阮的懊惱甲感謝。主啊，你歡喜阮遵趁你的旨意，行佇正直的路，無愛阮去對歹人的腳步。主啊，求你賜阮智慧，來甲義人相同行，互阮無甲好酒貪食的人往來做陣，因為好酒貪食的會致到散赤，規日得困的就會致到穿破衫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